如果咧你塊面有下垂嘅困擾，你覺得自己凹陷得勁啊，或者你想自己塊面做一個咧係緊緻提升嘅功效嘅話，呢部 HIFU 我想講絕對適合你。你平時喺出面打普遍啊係一多一多咁打出嚟啦，咁變咗咧其實我打一發就等於你打咗80次嘅一個功效，你令到你塊面個緊緻度、個排列度、嗰個密度打得更加豐富，因為佢入面咧嗰80個 dot 咧，佢會將你自己個皮膚咧做一個咧係 burn 嘅，一個禮拜會修復完咧會生更加多膠原出嚟，咁甚至乎打翻少少呢個眉骨嘅位置啦，幫佢將佢自己嘅一個眼部做翻一個提升嘅功效。粉絲依家呢個狀況，大家見唔見到？呢邊細嘅，呢邊大嘅，跟住咧呢度係揼落去啊！尤其是呢個蘋果肌位咧，你會感覺到一樣嘢咧，佢係脹卜卜嘅。你睇依家呢個位置有彈性嘅，你知唔知點啊？你出面打 HIFU 其實你都過萬蚊打一次啦，但係今日我直接俾個咧係1折嘅優惠俾你哋，呢一部機今日係1000零蚊啫，快啲留言下！